暗头啊，庙埕的歌戏要开演之前，会先起鼓，提醒庄头庄尾厝边兜，食饱趁熬早，举伊骨头啊来庙埕看戏。在电视还未普遍的年代，庙埕看戏是农业社会上重要的娱乐，嘛是青年男女会当公开相对看的机会。若是大锣大鼓响连天，毋是庙会，就是祭庆。有研究的人讲，这是民间的文化活力。未接受的人嫌伊吵、粗朴、无够优雅。文化是生活的业绩，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得到多数人的认同，才会流传落来。做戏闹热的主角是各种的镜头，输人毋输阵，输阵歹看面，都是对镜头来的。宋江镇原本是召集庄头少年人操群练武，保护地头，如今成做高雄内门的文化资产。大仙翁爷爷在绕境的队伍内面，永远是上活跳、引人注目的角色。有一天，发展做古锥的电音三太子，成做台湾的民间文化特色。不但在世界大学运动会表演，还去到72个国家做国民外交。这都是台湾民间文化的生命力。这款祭庆的大型活动，本质是对天地生命的祈求甲答谢。自古以来的平民老百姓，心内拢真了解，过日比过年较要紧，所以因甲神明祈求的心愿。嘛真简单实在，平安顺遂就是好过日。只要平安顺遂，每一天拢是好天好日。台湾的民间文化，就是拍拼生活的活力。